人若自私，度量就会；度量若会，烦恼就多；烦恼若多，变痛就小多；变痛若小多，人生就变乌白。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一生缘》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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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共一只船，共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有不悠悠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同心志，同心命，提出心心一命。共一只船，共一条命。愈大心愈定，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有不悠悠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同心志，同心命。提出心心一命。伊已经结婚啊，阿爸嘛转来。伊的身躯边，嘛已经有名正言顺的人会当照顾，我嘛有需要我照顾的人。我有阿爸，有玉清，也阁有请养我遐济年的阿母，我已经有够，嘛真满足，我已经无需要阁留伫遐。阿姊，阿爸到底你遐？你是阿爸带你倒来阿姊啊？哎，阿姊嘞？这是阿爸，这是阿姊，这是我。这是阿母，杨太太，刚讲伊是我的阿母。阿母，你到底是咧笑啥？你敢会当互我安静者？志强，你讲李秀萍翁无死，敢真是？迄是李秀萍，伊查某囝亲嘴讲的，敢有可能是假的？李秀萍因查某囝，啊，毋着迄只细仔互你只？阿母，你莫安尼讲啊，好无？嘿，啊，迄个查某囡仔毋是细汉就胖去啊？啊，你甲伊有熟识？阿母，我已经有够烦，你莫搁烦我好无？唉，这天公伯也有目睭啦，真正是有目睭啦。志强，咱母仔囝要出运啊呢。哼，这李阿秀萍，这死袂见笑查某，竟然敢甲我抢红婿，哈！伊绝对想袂到哈，因翁即马转来啊，无死转来啊哈！
当有一个杨天生，佫有一个翁死去啊，即摆佫活起来，佫转来啊，有好伊通看啦。若是安尼，因兜敢会发生什么代志？等你甲想看卖啊，你秀萍伊迄个翁，敢有可能甘愿伊的某去嫁互别人？我甲你保证啦，一定是鬼拍鬼，狗咬狗哦，到时阵一定足闹热的啦。若是迄李秀萍啊，敢会报复我？当日这你有啥物通好烦恼啊？互因去闹，互因去变啊，闹到家欠不宁啊！到时阵哦，迄个李秀萍，伊就会离开杨家。啊，若我啉秋月吼，就是杨家的大头家娘；啊，若你啉志强哦，就是杨家的大少爷。到时阵哦，这杨家的企业甲财产，啊，佫有杨天生，都是咱母仔的啊！阿母，我实在不了解，恁做士大人恩怨，是安怎都袂当化解，一定爱牵连着阮做死水。哎呦，志强啊！当你都要有好日子通过啊！你哪会讲阮牵连你会害着你哈？阿母，回头我安怎讲，你永远都无法度了解。哼！当我是要了解啥货？我有啥物通好了解？回头咯，我等你看好戏就好啊！我了解遐尔啊济要创啥？天生的心内到底在想啥？既然有遐尼多痛苦，遐尼多无奈，伊是安怎搁要娶我？伊变啊，变甲甲我以前所熟悉的天生拢无共款啊！迄当阵，伊啥物代志拢毋敢讲，也毋过我拢知影伊心肝内咧想啥。即马伊共款，啥物代志拢毋讲。无共款的是，伊即马心内咧想啥，我已经完全拢无了解啊。头家娘，闭关啊！你昨哪会无来啦？头家娘，昨昏是你甲头家结婚的日子，我无介意逗留咧。而且你甲头家结婚啊，嘛已经名正言顺有人照顾你，我无需要搁伫遮做看护，嘛免搁留伫遮。这是恁兜的琐事，我行咧，多谢你的照顾。闭关。薪水无重要，你逐个月拢会加一寡互我，我无计较。毋是啦，我毋是这个意思啦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我希望讲你会当留落来照顾我。我是安怎会搁留？对啦，你是安怎爱留落来？但你这个查某囡仔吼，根本就毋免留落来，因为啊，恁头家娘已经得要毋是头家娘啊啦，但伊嘛无可能搁待在遮偌久啊啦。你是搁来遮创啊？林秋月，啊你即马搁要安怎啦？你要来提钱的信，你要偌济吼，我互你啦。你莫搁来遮闹啊啦，较等到天生看到吼，伊搁会无欢喜啊啦。唉，等我哪度甲你提钱啦？从今以后吼，我嘛毋免来甲你提钱啊。迄无得空吼，以后换做你来甲我提钱啊。哼，对啦，今日吼，我来是有一件好消息要来甲你讲，啊，你着爱听好详细。你敢知影？恁翁转来？啊，我毋是讲吼，昨甲你结婚迄杨天生啦，我是讲你死去的翁才徐文昌，伊活起来转来呀，你欢喜无哈？你真个后白讲，我真人你！你我哪后白讲啊？好，你这死查某鬼啊，有够无礼貌的呢！我这甲你头家娘讲，我叫你插退婚哦，哈？我甲你讲，我今日来吼是要找杨天生啦，我要来讲吼，徐文昌转来看伊即马要安怎啦，哈？我叫你别讲，你啥都不讲，你
小姐，我不对欺负阮阿母。你是廖青？你啥都无甲我讲，我找你家这样安尼侪年，你也无甲我讲。你是廖青？啊，廖青呢？你小弟人呢？吼，原来哦，原来你就是这个狐狸精生的小狐狸精，迄无怪啦，汉年啊无家教，你就是欠人教死啦。你是伫这乌白讲啥啦？你出去啦！哎呦，天生啊！但我是专工来甲你讲，你啊秀萍伊迄个翁无死，饲啊文昌伊转来，你敢知影？这里乌白讲啥？你出去啦！我叫出去，我才要我袂讲。出去啦！出去啦！我会讲啥？这个金锁片是我甲恁阿爸结婚的时阵，恁阿爸送我。你已经结婚啦，这个金锁片你无需要，幸我。玉珍，你一直甲伊挂在你的身躯的，迄就表示讲你无甲我放袂起来，对无？我是无将你放袂起。你甲伊有天生的代志，我拢记甲清清楚楚。玉珍，你来叫我，这面是阮阿爸替我好，你无资格叫我。玉清啊，你别走，你别我了啊！玉清啊，这若是搁了，我就带玉清离开这，互你我拢找袂着。我的海角天。将生命付出心心意玉清，你在哭？你还在哭？欸，这是恁兜以前的相片哦。啊，你著找着你阿爸遐济工啊，你即摆搁咧哭，敢袂嫌伤慢？搁再讲，你刚小年的时候已经流遐济目屎啊，即摆搁咧哭，你是咧哭身体健康，还是咧哭万事如意的？欸，到底是安那啦？你创啥啦？哦，我知啊。你话你阿姊妹吼，查甫囡仔红妹就是安那，哭袂着就咧哭，一点仔英雄气概都无。你看啊，细汉时笑到遐尔古锥，就要变假呢。好啊，莫搁哭啊啦，阿关姐找我靠洗洗，好无？行啦。你莫吵好玉清，到底有发生啥物代志啊？莫怪伊会袂互我去羊卡佚佗，莫怪伊伫迄边要叫做美馆。原来伊早就知影，伊是安那无要甲我讲。玉清，你是按你阿姊甲你讲啥？阮阿母离开我的时阵，我还阁细啊，已经10几年啊。我根本对伊就无印象，甚至伊穿着啥物款的毛衣我拢唔知。我即马了解，我完全了解。伊就是我的阿母。头家娘，你要食啥物？我来去煮。
头家娘，以后你免那记债会调啦。头家娘，头家娘。阿嫂，你入去啊！头家，你唔知头家娘？我叫你入去，你无听到晓啦。小平啊，你嘛莫安尼真暝一日暗食，唔啉唔困，啊无上少你嘛甲我讲一个话咧，好无？我知影你即马心肝头真郁真艰苦，要毋过我看你安尼，我的心肝比你搁较艰苦。我敢若袂输一个凡人去用半死刑等要清决共款。我一个心肝头安尼十几生人用要逼开，我拜托你，你甲我讲一个话好无？若毋是像我的告诉我一世人都唔知影，文章还阁活咧。我的查某囝唔肯认我，我的翁婿唔肯见我，就连你嘛要隐瞒我，要欺骗我。听我讲过，我要讲啥？你要我讲啥？我承认是我欺骗你，文昌的代志是我隐瞒你，我自私，我对你有私心，也毋过我袂甲你讲嘛，是为着你好的啊。我再讲啦，这嘛是文昌的意思，是文昌叫我莫甲你讲，伊惊讲你知伊还阁活在这个世间。是因为知影我甲你，伊唔肯原谅我。即摆咱两个搁已经结婚啊，无怪有真唔肯认我，是伊在怨恨我，这一切拢是文昌的意思。我要来找伊，我要来找伊。我的海角天。生命付出心心的命。你找杨太太。玉清。伊就是咱的阿母对无？你拢知影？你是安怎无要甲我讲？无怪你会不准我去杨家找你。原来伊就是咱的阿母。伊毋是，你明明就是。你有啥物权利瞒住我甲你阿母？你啥都袂你做。我甲你讲过，伊毋是就毋是，伊毋是咱阿母，伊永远都毋是咱阿母。咱阿母早就死啊！你唔敢讲是安怎？我就跟你来去忘记。玉清，玉清，玉清。
你是我的囝，你是耀清。阿母，你是我的阿母，阿母。你卖个梦！咱的感情无人听会开，恐惊家己来怀疑。体会你不捌，相信你自己，才会予我心碎。